现在要研究那个启动，研究那个启动。在主机板连接那个开关，连接开关。你看，它叫做Power LED， 有没有看到？它叫Power LED， 有没有？太小字了，拍不清楚。哦，LED 的，在下面那里，在下面那里。好 ，LED 啊，然后启动了哈，启动。有 B 要是记忆体正常，没有 B 记忆体不正常。